嚟緊呢2月8號咧就會係第60屆嘅超級杯比賽咧。咁雖然唔係喺三藩市，但係其實咧都可能影響到我哋三藩市嘅交通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其實呢個咧我哋做交通嘅安排咧，即係好似我哋之前2年前做 APEC 咁樣嘅嚇，即係因為啲活動咧主要嘅活動都喺市中心。主要活動喺2月3號至7號啦，但係我哋封路就有1月30號就開始㗎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。咁一路去到2月10號嘅朝早嘅，咁所以呢段時間咧係24小時係完全啲車都有改道嘅。但係好彩，如果你搭我哋公車 Muni 就啲路線就唔會受影響。其實你哋有冇估計過啊？會大概幾多人會湧入嚟我哋灣區？啊，我諗都幾十萬應該有㗎啦，因為咁大嘅係全國嘅，全國係啲細市嚟㗎，所以今次會吸引到好多人嚟三藩市嘅都。因為其實 Super Bowl 雖然喺南灣舉行啦，但其實佢好多嘅活動咧都喺三藩市嘅。大家如果喺呢個期間，譬如1月30號至到2月10號去咧，即係一定要 check 下我哋嘅交通點樣去改道。咁你事先做好計劃。最主要，如果你搭公車，一定要預多啲時間；揸車就仲要預多啲時間，因為要兜路。